敬拜时间已到，大家用敬虔的心来准备礼拜，请走角。着趁上主找着的时，找伊；着趁伊伫身边的时，求叫伊。邪恶的人着放杀因的道路，不义的人着改变因的想法。因着归往上主，伊会怜悯因；着归往咱的上帝，伊会宽宏赦免因。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伫身边，请起立。
真济。这时，咱阿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了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向您祈求。当战争、灾害与经济压力使得人心惶惶，求你亲自安慰受苦的人，医治破碎的土地，也恳求你赐下智慧与敬畏，使掌权者行公义、好怜悯，不凭自己的私利做决策。主啊，教导我们在混乱中不失去爱，在恐惧中仍选择信靠，在黑暗中活出真理与盼望，使我们成为你和平的器皿，见证你永远不变的国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咱启应文第43篇，以赛亚书第12篇。伫迄日，恁会讲，虽然你有对我生气，看啊，上帝是我的拯救者。主上帝是我的气力，我要唱歌称赞。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一声，恁会对救恩的水泉欢喜如水。迄一日，恁会讲，将伊所做的伫列邦报扬。恁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赫。住伫锡安的人啊，着欢喜唱歌，欢呼唱歌。这时来讲授上圣经的话。创世纪第12章第1节，上主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恁老爸的厝，去我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予你成做大国，要祝福你，予你的名受敬重。你嘛要予人得到祝福。祝福你的，我要祝福因；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伊。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以弗所书第1章第5节，早就决定要通过耶稣基督，互咱做伊的囝儿归伊。这是伊所欢喜的，是伊的旨意。着称赞上帝荣耀的恩典，因为伊有将伊所疼的囝无条件赐予咱。对基督通过伊的死，咱得到自由，罪过得到赦免。上帝的恩典实在真丰富，伊有将这个恩典充充足足赐予咱。愿主祝福听伊话、佮行伊话的人。赞美，请圣歌队，今仔要因为诗歌是蔡倩我。
康德，今仔要请黄牧师的题目是上帝命定的人生。这段时间安尼敲、安尼摆、安尼吼啊，大概就是安尼较确定。啊，若有就是小可的调整吼。啊，今仔日咱的圣餐拄拄圣餐，所以咱的圣餐都摆咧较头前。啊，若一般的平常时的时间会放伫咱的12假下吼。啊，这段时间有真个同工，真正真努力啊，伫咱的灯光啊，咱的音响啊，咱的传播吼，啊，甲咱的这个乐器啊，这个排列超过了遍吼，安尼。所以大概互咱有一个看一个较慎重啊，较一个正常的摆设啊，所以将来若毋是讲较大的节期，佫需要用咱的真大的讲台活动啊，大概咱的摆列就是安尼。啊，这段时间嘛，真感谢咱兄弟姊妹啊，真耐心，啊，超过了遍啦吼，啊，真耐心啊，互咱知影咱的原本的设计的即种的概念就是安尼。那这礼拜开始了，咱要讲到上帝所命定的人生，咱要特别对阿伯拉罕的人生来讲起，咱每一个人同款受呼召，过一种信仰的生活。咱每一个拢是受上帝呼召的人，拢是学习阿伯拉罕过信心生活的人，然后嘛是亲像阿伯拉罕来顺服这个呼召，得到真大一个祝福。所以咱拢总有4遍的系列的讲章，所以咱希望有时间呢，咱就去创世纪，也是这新约中间有关的阿伯拉罕这个记载，小可读一下吼。安尼牧师咧讲的时阵，咱就小可较了解这个代志。那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祈祷，感谢你，阮伫这所在三重来服侍，三重来敬拜。主啊，伫遮拢是因为阮受了你的调命，成做你的百姓。敬拜你，这是理所当然，这是你呼召阮这个目的。敬拜上帝啊，也互阮知影，阮顺服你的呼召的时阵，我们领受真大的一个祝福。但是伫这祝福中间，嘛是要为着这个祝福来付出一寡代志。透过信息，还伯拉罕，互我会当来明白。知样你引带伊、呼召伊，过一个非常得胜丰盛的人生，这是你为着我每一个人所定着的一个命定。感谢上帝，透过信息来教示阮行伫伯拉罕信心的道路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伯拉罕伊的原名叫做阿伯兰。伊是住伫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尼。历史咧记载，这个乌尼吼，伫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这文化真发达，有图书馆，有大学，所以住伫遐百姓呢，其实因的文化的素养非常好。总是咧，因文化的素养拢差不多用伫咧占星学。敬拜偶像，所以这个乌尼的城市充满真正偶像，特别因的主神吼，就是拜月娘、月神。传讲伯拉罕的老爸他拉，就是雕刻偶像做职业。伯拉罕因夫妇伫这环境中间，甲所有世间人同款，敬拜偶像，然后。无上帝，无永远的愿望，甚至伊无子孙，所以对伊来讲，未来无啥物希望。如果伊若是照安尼生活过伊一生，差不多伫历史中间，伫这个洪涛当中，就默默无闻，无人纪念伊，咱也毋知有伯拉罕这个名。直到75岁的时阵，伊人生出现一道曙光，
上帝对伊来显现，呼召伊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你老爸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所在。去我所要指示你的所在，出去你较知，一步一步行。我应允你，互你成做大国，要祝福予你，你的名要受敬重，你嘛要互人来得到福气。啊，这是对伊的一个应允。哦，咱拢真爱这个应允，大有名声，受人敬重，成做一个大国度。然后我家己得到真大福气。啊，然后呢？正人伫我地임中间，原来得到一寡福气。所以阿比尔海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伊要顺服上帝的呼召。顺服上帝的呼召，意思是讲，上帝你要互我这的福气，但是我必须要顺服你。我特要完成你伫我人生中间的命定甲计划。但是呢，这个顺服，要领受这祝福中间呢？相信嘛，需要付出真大的代价，安尼。这代价有几项？上帝对伊讲，你都要离开你的故乡，离开你的亲族，离开你爸家。那么一项来讲，离开故乡的意思到底是甚物？离开故乡的意思表示你过去的生活方式要做一个改变，因为故乡是一个人出世、成长的所在。故乡甲咱即摆观念无啥共款，咱即摆到处迁移，搬来搬去，工作伫倒位，咱就是所到倒位。要去煞去国外嘛，无要紧啊，飞来飞去。但古早毋是安尼，古早人是定伫迄个土地中间的，出世伫遐，伫遐生长，甲土地连接足深，种植伫遐，所以呢，袂使安尼迁简单来迁徙。所以过去吼，若是要对一个人一个大的刑罚。上界严重的刑罚到底是啥物？你毋知影？你可能都死啊，吼，处死啊，毋是？刑罚就是讲，互你安尼会当活，佫活袂落去迄个情形，安尼，迄就是把你放逐，安尼。放逐就是互你离开你原来生长的一个土地，你的故乡。所以说，拢是你熟悉啦。你出去到外口的时阵，要怎生存呢？你无土地啊，要拍啦，你嘛爱归群的人啊。而且你到他乡外地的时阵，其他遐他乡外地人看，这千份人吼，甲阮的种族无啥共款的，这毋知啥物意思无？所以其实你若去到别个所在种族时，拢差不多向刣死安尼吼，因为你是毋是因的人。故乡，你生长伫遐，你受到当地这个文化、你的习惯、风俗来影响、来塑造，所以你有你认同的一个文化的所在。五你是五常之家，所以阿比尔海你过去的生活形态一定甲崇拜五常的文化有密切的关联。故乡，你生长伫个所在，你得到名声，你得到财富，你得到地位，你有真好这人际关系，你建立产业的所在。所以离开故乡，就是你必须要放弃你原来生活的模式。这是阿比尔海上帝呼召伊时阵，好啊，接受你呼召，但是这是第一个代价。第二个，离开你的亲族，亲族表示伫你周围中间的影响力，所以的亲族差不多伫你生活中间上界内圈的人，关系密切。早暗介三甲做伙，伊会影响到你的观念啊，影响到你的价值观念啊，影响到你的信用啊。有一个阿比尔人对伊来讲，所谓亲族，我现在要离开这个所在，然后去到他乡外里。人就会问阿比尔罕，你为什么要离开阮？你若要离开你这个亲族，祖先的坟墓伫遮，你毋是要背叛祖先？因为这个咱真惯势的吼。你若要信主的时阵，你亲族中间就在影响吼。咱过去拢是拜即个月娘的，你会使背教吼？咱拢是按呢种生活，咱拢三党做伙，一群，你怎么这样不合群就要离开我们？这个话呢，通常拢是对咱周围的亲族来影响咱的选择，甚至有个国家，甚至咱过去咱的传统中间，你背教就是背祖先，安尼。所以呢，你若安尼信
耶稣的时阵，咱断绝关系，断绝亲族的关系。啊，如果你若是伫中东的中间，你是信回教，然后你要信基督教，啊，就将你抬死安尼。哎，姊妹，这是咱的亲族。如果你若要接受这种改变，你必须要离开你的亲族，甚至你若无度离开，就影响你的选择。所以亚伯拉罕互上帝呼召伊讲，你着爱离开你的亲族，表示离开你原来所有影响你的背后，这个环境。这生活，这个形式，所以亚伯拉罕讲：好啊，上帝你把祝福，我要顺从，我要顺服啊。但是要领受上帝祝福的时阵，伊必须要离开伊的亲族。第三项，离开你爸家，哇，这个较严重。爸家这是一个瓦壳的安全感，因为伫你的家庭中间提供保护你啊、供应你啊，然后这是一个互你真安全的所在。所以呢，过去大家庭毋是咱像咱呢，啊，兄弟啊，大家分家安尼啊，个人生活，毋是啊，规家族带做伙，这是爸家。爸家表示毋是你甲老爸关系尔，包括你的兄弟姊妹，资源共享，共一块土地，种做一份田，所以资产共享。所以你若离开这个家庭的时候，你就无法有经营啊。过去家族是安尼围落起来。真做一个保护，人丁旺盛啊，种植啊，然后有一个武力保护家己啊。若无这个爸家，你就像无根的浮萍共款。哦，你若要离开的时阵，你的上界亲族的人，你的家庭的人问起啊，离开阮，倒位是你的家？什么所在是你要去的所在？亚伯拉罕竟然回答讲：我嘛毋知。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个回答。我嘛毋知我要去倒位，但你呼召我离开我你的神，伊无真明确指示我要去倒位，所以我只有安尼顺他听伊的声，一步一步行。哪有这种的人？对伊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代价。这种选择，互人无法度理解。亚伯拉罕竟然会离开爸家，迈向一个毋知要去倒位的所在，伊面对毋知会面的未来，所以。当亚伯拉罕要领受上帝的祝福的时阵，伊必须要离开伊的家，这是亚伯拉罕必须要付出的第三个代价。啊，姊妹，咱所谓安全感建立伫什么所在？咱嘛希望咱会当拥有真侪资源，靠这个资源，咱会当建立这个安全感。有时咱希望咱有一个真大的价值性。有一个好的名声，必须要伫咱的亲族中间，伫咱的社会中间，可能拄啊真好的所在，我有真好的地位，我有真好的名声，我有真好的这个财力，哇，这个物件感觉互我会当伫我现有的所在，我的社会、我的亲族、我的爸家中间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即马上帝讲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一切，迈向。你无法度掌握的一个未来。现在咱差不多知伫自然界、伫世界经济、政治拢充满真大一个变化。你感觉我都有安全感啊，我会当挖靠啊，但是只要你所挖靠安全的堡垒，有可能伫瞬间中间就毁灭。所以约翰一书第2章讲到，毋通贪爱世间，还是世间的物。若有人贪爱世间，伊就无疼爸。因为一切属世间的亲像肉体欲望、目睭的欲望、天家己的财富，拢是对爸来，这拢是对爸来，毋是对爸来，是对世间来。但是这个世间甲世间的欲望拢会过去，总是尊叹上帝的人永远存在。所以对上帝这眼光来讲，当伊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伊的本地，离开伊的亲族。离开爸家的时阵，伊愿意顺从，伊就是实践上帝旨意的人，要永远存在。大约差不多3000年前，亚伯拉罕离开乌里50年了后，乌里这个城市就毁灭。所以过去伊若无离开，伊感觉我当挖靠我的本地、我的亲族、我的爸家，这是我原来挖靠我安全感的所在。但是50年后，其实遐个所在拢总毁灭掉。上帝呼召伊
然后亚伯拉罕顺服，伊选择上帝的道路，互因一家无至到灭亡，甚至会当称作信心的爸，受上帝来称作伊。所以，兄弟姊妹，你别讲亚伯拉罕伊一生的成就，其实伊就是相信上帝的应允，选择上帝为伊命定的人生。伊离开5年，但是上帝应允伊真做大的国。伊离开伊的亲族、伊的朋友，但是上帝应允会当得到真大的福、真多福的，亲像天顶的星，亲像海边的沙。伊离开所倚靠的爸家，但是上帝互伊的名声大，互伊领受迦南地，互伊的祝福超过世间所有一切人。我要讲起我家己的见证哦，我家己成长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对细汉拢伫庙的一个大殿遐成长，伫遐活动，这是一个崇拜偶像的一个环境。所以真细汉时阵庙会啦，我就足爱参加看布袋歌戏安尼吼，看甲真入迷安尼吼。我参加拜偶像的活动，就初一15去拜拜，有一个糕通食吼，囡仔想有物件食，逐个足爱去的安尼，伫遐规礼拜咧。我细汉时阵加入八家将。你甲学跳八家将，个大鼓阵。我先前有挂壶去啉过壶水，安尼。阮老爸破病时，就请同机来阮兜做法安尼。我住伫一条巷仔内面，这厝边隔壁拢是底层的劳工。怎样底层呢？伫过去无啥物娱乐，差不多留到暗时，大家安尼到做了后，伫我迄个小块的巷仔内底。一群咧做啥物？咧跋筊。所以我对小学的时阵，安尼3、4年前毋知偌早，小学做细汉的时阵，所有跋筊的方向拢会晓，安尼，大家没有办法想象。梭哈牌、天九牌，去红点的，还有一种小4色牌、车马炮的，连麻将都会打，真的很厉害。小学。一群大人伫迄个所在跋筊的时阵，咱食薰等薰猪啊，薰屎。阮这囡仔人就感觉讲，我怎要做大人啊吼，所以我要学食薰，所以捡那薰屎来食，然后讲，我大人啊，这是阮的囡仔时代。我住迄个所在是屏东有名大埔出罗麻的所在，安尼。我隔壁都一个大尾罗麻，车着车红的，听讲来到，有咧唱迄个武术刀。我看着来，像大哥一样看咧，我行落出来，出来，来去用乖哈，迄是阮的环境啊。伫我周围中，教阮做囡仔伴人，因小学了后无去读册，拢高中了后就去安尼，小学毕业就去做工课啊，安尼。这是阮的环境。但是阮的巷仔内出门的时阵，就看到2座大墙连做伙。这个墙中间是一个真大的教会，叫做和平教会。墙外这边叫做先天上帝大庙，我出来就是安尼。我囡仔时就是先天上帝庙埕中间大汉。差不多毋知几年，差不多可能3、4年的所在，伊一群少年人去到阮的巷仔内底，安尼招阮6、7个囡仔伫遐，安尼围咧围成一圈，唱歌拍手听故事安尼。但是上个希望就是结束了，围成一圈，手伸出来，闭着眼睛，拿着一张圣诞卡，够水的安尼。3礼拜拢希望讲结束了，摕迄个圣诞卡，安尼。你来讲，我们那个教会也有圣诞卡，要不要去呢？我都去啊，我参加我嘛毋知叫做助理就是囡仔一群囡仔伫遐，我家己去，其他人无去。伫个所在，要3、4礼拜，才青年人无看啊，安尼，我就无去啊。但迄3礼拜中间，3、4礼拜中间，学2条歌，记条条，记一世人，记到现在。这条歌叫做耶稣爱我，我唱您听啊。耶稣爱我，不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方得永生。你敢知在唱啥？就咧记条条，咱喊咧喊咧。第二条歌你可能无啥很意外。第二条歌我竟然会记得圣经目录歌，安尼。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安尼约翰三书、犹大启示录，唱了，迄拢样背3次会啊！啊，然后去去主日不过是安尼几礼拜了，记条。这个少年人离开，我也无过去教会，但是心中一直有一个强烈的呼唤，要去教会。我看到里面有迄个所在人，我咧感觉好，现在庙怎么安尼那么乱呐？大家拢安尼。我如果到教会去，那个享受平静的安宁非常好。所以我查某国中3年了后，国中3年的期间，国中3年，几乎每一天放学我就到教会去，然后就来哇，好宁静，好平安，就好舒服，一个人就在教会里面走了。那教会很大，还有庭院，还有幼稚园。就到那边走，3年，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那里面的人。因为到高中都要毕业的时候，有个人看讲：“囡仔，你听来遮少年的，你来遮创啥？”我讲无啊，我嘛唔知要哪回答，我就听看你来，你要来创啥，我嘛唔知，因为我都唔知啥物叫做团契，我都唔知要安怎加入教会，我都唔知要哪信耶稣。所以老问的时候，我当然唔知回答，我都做爱来，就有一个呼唤，就到教会去。后来有人带我入到少年团去，阮这一个同学，你怎么去教会？我带来熟悉内底的人，我带你入来，快乐的不得了。走了3年不得其门而入，我既然这个加入青少年，快乐的不得了。完全投入教会上，我非常爱教会，非常爱教会的活动。我高2受洗，我那时候就打定主意：上帝啊，我要一生都来服侍你，我要做牧师。高2，伫这青年团契中间有一个人叫做吴英英，安尼，牧师娘拢伫阮遐，阮15岁就熟识到伫现在，40年了后。我伫永和教会牧会，有一个姊妹来阮教会参加活动，我们就来聊天。伊来讲你做牧师，恁爸爸一定是牧师，恁爸爸叫啥名？讲无我第一代。你啥物种背景？我讲我就第一代信主吼。我细汉时是住伫和平教会后壁巷啊。伊问这句话：那你小时候，你细汉的时阵，是不是住伫庙后巷内面的囡仔？我讲是啊，伊竟然讲一句话讲，我少年时阵吼，捌甲几个青年伫迄巷内底吼，招几个囡仔伫遐做短期的野外主任学，走3-4礼拜，结束我就转去台北安尼。你毋知安尼一句话，我里面非常非常的激动，非常的翻腾，因为伫迄个中间40几年久，我一直咧问迄群少年人到底是啥物人带我4年所有人里面到底是啥物人？竟然有一个姊妹讲，嘿，我就是迄段时间带恁内底巷来6-7个，伊嘛毋知我啥物人，我才回答讲，我就是那6-7个当中的一位。后来我娶她的表妹。人生就是安尼。这是因为上帝拣选，我就那像阿伯拉罕，对迄个拜偶像的环境、拜偶像的家庭中间，对迄个拣选，对迄个呼召，一直有一个 calling， 去教会，莫去拜偶像离开这个所在。对迄个开始到现在，我非常爱教会，我非常爱上帝。高一开始我就参加献花队，安尼，迄种2场礼拜，下午到暗时，我逐场都参加。到伫高3要考大学我嘛是共款2场参加礼拜，早起暗时献花队，拢总无人安尼。所以到高3嘛是共款，后来我考到大学，迄是做梦幻居然考上大学圣经内面有所讲，上帝因为疼咱。早就决定要通过耶稣基督，互咱做伊的囝来归伊，这是伊所欢喜的，是伊的旨意。咱就学了上帝的荣耀，
恩典，因为伊将伊所疼的囝无条件赐予咱，竞选咱，呼召咱。给予哈，不是给予。亚伯拉罕像做信心的老爸，亚伯拉罕听见上帝对讲：你著离开你的本地、你的本族、你的爸家，我所要呼召你去的所在，我要赐予你大的福气。咱即位今仔日上帝嘛呼召咱每一个人，行过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人生。上帝应允要收束予咱超过咱所有咱期待祝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拢是行伫亚伯拉罕信心的路，成做上帝的百姓。可能你是伫基督教家庭中间，毋是第一代，但是你爱想象一项，你的祖先、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你的阿公阿嬷，因的信心，有可能会伫非常困难的环境中间做同款的选择，等于要背教，等于要来信耶稣基督时，伊嘛有本地。本族爸家真大一个压力，我听真多见证，你若信耶稣，跟你断绝父子的关系哦，这种。伫本族中间，有一摆我去参加阮弟媳妇，阮小弟因呢客家的一些崇拜，所有规庄头人中间拢是祠堂伫个所在，伫遐缅怀祖先，然后爱徛伫边这人若无咧拜。这两个人无来结婚，这两个人安尼教阮也无啥共款，这是你的本族带来互你的压力。但是呢，咱每一个人如果若是无忽略对天来的呼召，无忽略对上帝的呼召，咱顺服，咱做出甲亚伯拉罕相同的选择，相信耶稣基督，姊妹，上帝就是用安尼来命定你一个完全新的人生，充满稳定，充满丰盛的人生。想起我过去，因为安尼顺服，我人生完全无共款，可能非常暗淡、非常黑暗、可能的未来，伫这个环境中间来大汉的时阵，正如圣经内面所讲的，上帝呼召我，那亲像呼召一个非常卑微的人，呼召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呼召一个非常暗淡、拜偶像的人，但是现在会当充满上帝的恩典。充满稳定甲丰盛的人生，所以这是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命定，而且呼召、竞选，咱的顺服伊呼召。三个来祈祷，主耶稣基督，想起你呼召阮的恩典，做阮充满感恩。你先行伫你的路，脱离黑暗，所以行伫你光明，脱离偶像，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上帝啊，拢是出于你的恩典，出于你的竞选，阮顺服你的呼召，真正行伫真大祝福的路上，阮献上感恩，恳求上帝来祝福所有你呼召愿意顺探你的人，来经历你满满的恩典。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真感动的分享。接下来请回应诗、圣诗351首，请起立。Oh
请由阮徛来用信用告别来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用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观爸上帝的和平，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请牧师来主持圣礼典。行咱的圣礼典首先要来举行咱的圣日的洗礼以及会祝专业的信仰告别。咱请几位来到头前的所在，张晋元、彭荣德、范秀玉、陈桃在吗？好，圣灵洗礼是张晋元、彭荣德，会祝专业信仰告别是范秀玉。这就必定叫人反悔信耶稣，搁受洗礼。但我也要安尼对恁三位来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你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会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张晋元、彭荣德，恁打必受洗礼，以及范秀玉，你的信仰告别，
来入籍伫高雄教会，恁着伫上帝甲正来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应答我所要问的。你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卫师，啊无？你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定要安尼，啊无？会长，请起立。咱要请受洗礼的进员甲彭龙德来到头前的所在。秀义家己原位就好。张进元，甲你行洗礼，互你归记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诚，而愿恁的神、甲魂、甲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欠。张正元、彭龙德、范秀玉，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礼，也告别你的信仰坚信来归入高雄教会。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高雄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产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会长讲阿门。三甲祈祷，主，我感谢你的恩典，出入你恩典的呼召甲竞选，伊拢正做你的百姓，伫这人面前来告别因的信仰，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有份伫上帝你的救恩，现在勇敢伫正人来承认你的名。你讲承认你的名的人，嘛伫天灵，你要承认伊。主啊，你接纳因透过神来成做上帝的家己百姓，有份伫上帝你的国，上帝你百般天国的恩典。术后的因决志来成做你的百姓了后，也当决志顺坦上帝你的呼召，你的命定，互一生行伫上帝规定的路。来领受祝福，主啊，感谢你，也感谢你，互秀玉过去的已经受洗礼，现在伊甲彭龙德伊先生三人加入高雄教会，伫正来面前来承认，伊愿意伫高雄教会中间成做你的肢体中间的一个，享受教会的生活，愿因伫教会中间三人成长，三人服侍，来见证上帝你大的恩典。为着因的祝福，因为这个恩典是大，这个祝福是大。照你所应允的，因顺探你的时阵，主你就将应允像阿伯下汉所领受的福气，享受互因。愿献上感恩，感谢你的拣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这是请他们面对会众靠近前面一点吼。咱请咱的长老来到头前来所在来接纳因。
意外的多哦，都是谁练然后 hockey 遐尼多，这么多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还没有受洗的哈，就把握机会。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很大的福气哈，真多福气。各位兄弟姊妹来听哈，安尼。好，那荣德夫妇哈，他们一来教会，他们就参加圣歌队啊，也现在今后哈唱 tenor 的所以在圣歌队你就可以看到他。那个秀义呢，他是在福气教会那边受洗来到教会。荣德哈，他以前是那个范秀义以前是文丁长老的秘书啦，是不是？秘书哈所以呢，他们在这边有非常好的这个关系存在哦。那晋元呢，他是学儒的姐夫。学儒知道吗？学儒这边一直都在教会都在教会，他们都在主路学那个地方来服侍所以我们可以在那边看了他们好几年所以没有什么问题的。好，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位那个锦桃有来吗？好，锦桃到前面来，这样还有秀燕跟着他一起来我们要为锦桃来祝福，他来参加我们的幸福小组，参加了3期，这样。那所以今天虽然还没有受洗，但是我们还是跟他很大的祝福那希望上帝呢能够开启他的心，然后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然后对上帝有更深的跟主耶稣有更深的依靠然后所以呢，上帝喜欢祝福人家，上帝做法祝福人的啦，安尼所以我希望讲，因会当来信耶稣基督。什么咱为着尽头来祝福，好不好？安尼，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因为你爱万百姓来信靠你，你爱万百姓得到救。主，现在我们要为尽头来祈祷，伊遐日真欢喜的心来教会来参加幸福的小组，逐期过来。伊讲教会非常好，伊真爱来这所在，热烈的所在。伫遮会当听者真侪见证。上帝开启伊的心，互伊搁较深来认捌你。互伊对耶稣基督有搁较深的挖靠，也互伊会当认捌上帝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是值得独一敬拜、甲挖靠、较信靠。所以恳求上帝开启伊的心，互伊当明白。安尼有一天，伊伫正来面前嘛，共款会来承认你的名，然后会当来受洗礼，成做你的查某囝。上帝开启伊的心，互伊来知影，只有你堪得来敬拜。我们献上感恩，所以为着伊来祝福，为着伊的全家来祝福。伊遐尼爱来到教会，亲像无数迄个时阵，遐尼爱去教会，信上帝，嘛会当互伊慢慢会当明白了解救恩。认捌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为来祝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安尼，咱嘛有一个礼物要送互伊来，咱有准备来。咱继续替镜头来祈祷继续咱要来举行圣餐。所听兄弟姊妹，请你注意来听主要所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还互恁的，就是主要所基督互咱买迄一面有提饼祝谢，八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正如主耶稣提饼祝谢，若要学伊的模样，大声感谢上帝。主耶稣祈祷，阮摆设八角饼，就是照你过去所做，这是一个祝福的杯。这是救赎的杯。阮摆设八角饼，也要了就这八角饼，表明阮已经有份伫你的救恩。透过这八角饼，启示阮明白，这是你所表明救恩的疼。你呼召阮来跟对你，对你的疼呼召阮，相信你，成做你的百姓。所以透过这个八角饼，阮承认我属于你，也承认我已经有份伫这个救恩。所以恳求你透过这恩典的八角饼，互阮进入到你的恩典内面，甲祝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三角来领受。”
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为着咱的会所设立的，咱逐摆啉的时阵，就惊安尼来纪念主。所讲，这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若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有份将来伫上帝国，家己当领受这永远的杯甲饼。咱三甲过来感谢祈祷。主，阮已经领受这个杯甲饼，圣灵，你是阮的主，救赎呼召阮的主。阮有份伫你的救恩，就是即个杯甲饼所表明的。主也表明，阮当领受的时阵，伫主的内面，阮拢是你百体中间的一体。你是教会头，阮是你的身躯。主，阮透过杯甲饼，伫你的内面彼此相听，彼此合一。恳求你透过这杯甲饼，鼓励阮的心。阮已经行伫上帝你稳定的道路，有份伫你的听，激励阮将家己献上，为着你来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谢你，从头到尾看顾保守。不管是好日子，也是歹日子，你拢亲像无遮开关主。祈求伫新的一年，主管有新的目标、新的看见，开阮的目睭，看见你的作为，嘛看见你因带阮要行的路。愿阮所行的一切，用做圣工，应邀你的名。感谢甲祈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继续来报告。本回消息，本堂礼拜的圣礼点，还有成人洗礼，张敬元弟兄、彭荣德弟兄、林锦桃，还有陈义成弟兄，还有入籍的范秀玉姐妹。还有华语礼拜，我们自己看哈。下周1月11号的台语礼拜举行这个长老执事及事工首长的就任礼拜，请大家来参加。还有相关的首长，请自己看上面的内容。还有主要是少全弟兄近期一家工作移民到美国，请辞就任，所以1月25号定期和会，再补选一名执事。第3点。下周主日，要中午12点30分于7楼召开2026年第一次的长执会，请长执及同工的首长事工的首长要出席参加。第4点，本周3 1月7号晚上8点于7楼举行月朔祷告会，请长执及兄姐来参加。第5点，2026年的年长者健康促进会幸福健康站开始报名，欢迎会友邀请65岁以上邻里的朋友一起参加。参加者到1楼招待处登记。那第6点呢，8楼会堂的定制讲桌、音控木台这个阶梯折叠式的屏风，美化8楼这边要做处理的事情还有我们要做电视架跟大家讲一下。肢体消息有人要结婚了曾诚跟周恩轩姐妹，下周主日1月11号下午3点在怎么样？改4点4点于台中模范村礼拜堂举行订婚礼拜，愿上帝赐福他们地点在那边因为真诚已经都发讯息出来了，他是用网络上所订的。好，接下来，上营圣诗392首，请起立。圣诗刷请牧师祝祷。注意一下，所记的文典，天父上帝听谈，诚信所修饰的福气满满，跟咱3人做伙，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真济绿岛，